好啦，咁我哋咧就開始我哋7月份慈祥主題啦，就係紫微天上慈祥。咁咧今日咧就兩位名人嚟啦，就係華倫巴菲特。咁我相信大家都知㗎啦，被譽為世界上最成功嘅投資者。咁第二位係趙長鵬先生，虛擬幣圈裏神一般人物啦。如果你有留意比特幣嘅話咧，一定係知道邊個咧係趙長鵬先生㗎啦。咁嗱，大家好嚇，我係林麗老師。咁嗱，命人命盤嘅推斷咧係推斷而得嘅，志在無疑命主人生吉凶嘅事件簿。嗱，若有類同之處咧，係實屬巧合啊嚇。嗱，每一次活動咧，我都希望大家諗一個問題嘅，就係你哋有冇思考過咧，發生喺你身上一切人同事咧，都係為你度身打造嘅設定咧？嗱，佢背後意義係啲乜嘢咧？嗱，光明斗咧，正正係為你解釋呢個問題嘅。嗱，今年咧，我舉辦6次嘅慈祥活動，咁有兩個目的嘅嚇。咁第一啦，就介紹光明斗點樣去睇命運程式啦。第二就係喺我教室裏邊咧，同大家去分享咧慈祥吉凶嘅體驗啦。咁亦都希望咧能夠為大家帶來咧改善人生光明嘅指引啦。嗱，呢6個活動咧，我係推廣光明斗嘅，咁我亦都借個機會咧去介紹，光明斗有一條咧命運嘅程式嘅，咁喺程式裏邊咧，其實有4個學習嘅階段嘅，咁第一個咧就性格潛能就係認識自我啦，發掘天賦啦。而第二個階段咧就係磁場軌跡嘅考驗啦，即係話你所屬磁場嘅正確生活態度啊。咁如果大家即係去睇翻即係依過往嗰4個月啦，咁嚟緊其實我完成埋下個月咧，咁我就會一次過都會放上去YouTube 嘅。咁大家不妨咧去睇下6個磁場咧，其實係6種咧吉凶嘅特質嚟。咁亦都咧，代表我哋唔同磁場咧，一定係有去特定嘅正確生活態度嗱，呢個好重要。咁陣間我就會講紫微天相。咁繼而啦，第三個階段咧就學人生吉凶本末術啦，就係光明斗嘅核心分析。咁佢會反映咧人生嘅使命啦、責任啦、人生嘅課題啦，同埋人生核心問題啊。嗱，我哋掌握咗呢3個階段咧，而去到最後階段咧，就係大運流年嘅經歷啦。而掌握3個階段嘅資訊啦，點樣去改善命運啦，克服考驗啦，同埋追求我哋嘅理想啊。嗱，光明斗咧係有4個層次分析嘅，即係話如果你睇一件事，你能夠睇到4個層次咧，其實距離個真相咧係唔會太遠嘅。好啦，喺過往咧，4個月嘅活動裏邊咧，我就示範咗咧，就係途中咧即係依3個階段嘅內容啦特別咧就係講大運流年啦。嗱，喺過往4個月咧，我係示範咗俾大家睇咧，人生吉凶本末術與大運流年事件簿嘅契合玄機，即係話你要正確掌握你大運流年咧，其實你要知道你嘅人生吉凶本末術，咁更加掌握精進咧何謂吉凶。嗱，喺過往3月啦，咁紫微破軍磁場咧，我就用古天樂嘅命例。而4月咧就紫微單星咧就係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而5月嘅紫微天府磁場咧我就用咗1997年7月1號回歸日去推算香港咧未來嘅運程，而6月喺上個月咧就講紫微貪狼咧就係Elon Musk OK 世界嘅首富。咁我相信咧，呢4個活動咧，我係好清楚示範咗俾大家睇，本末術與大運流年嘅吉凶裏邊嘅契合玄機啊！咁咧，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喺YouTube 裏邊咧去細心去留意啦。咁其實我今次分享咧係個無私嘅分享，因為我相信咧光明斗咧係會利益大眾。好啦，嚟緊今日啦，同下個月咧個活動主題咧，咁我就係有啲變嘅，OK 因為已經講咗4次大運流年啦，咁所以咧嚟翻一個好主要嘅
嘅題目啦。OK，就係你自己個條件會係點樣咧？OK，好啦，嗱喺7月同8月咧，我都有個目標嘅，因為我做嘢咧其實有目標同埋有時間表嘅。嗱喺7月即係今日啦嚇，今日咧我講紫微天上磁場，嗱呢個係一個最強勢嘅潛能組合，代表咧潛能強勢咧，代表個人發揮咧係可以明確嘅。咁啊最好啦，俾我示範咧係如何主動去改善命運嚇。而今日個主題咧會聚焦於如何洞察及提升個人嘅財力啦，即係話我哋可以主動做啲乜嘢。嗱，呢個緊要話，我哋主動做啲乜嘢喎？好啦，嗱下個月啦，賣少少廣告啦，就係紫微七煞磁場。嗱，紫微七煞磁場咧係最多空宮嘅磁場，代表最容易失策。咁咧，我正正咧係利用下個月嘅活動咧去示範啊，如何反映我哋業力嘅考驗啊，即係話我哋被動嘅條件啦，即係話我哋被動受乜嘢嚇？點解要受嚇？好啦，嗱，活動嘅目的咧係推廣光明斗喺現代命理之中嘅必要同埋改革性嚇，俾大家明白咧嚇重點嘅概念啊。嗱，記得睇到最後，因為我教大家咧點樣去主動咧去做一啲改變命運啦。嗱，現代紫微斗數之光明斗咧，係稱為現代命理啊嘛。咁當然有佢特別之處啦。嗱，我係非常之重視咧兩點嘅。第一，空宮。嗱，因為空宮咧等於吉凶個凶，特別喺今天嘅社會嚇，因為今天個社會咧已經唔同咧以前啦。紫微斗數咧係宋朝遺落嚟嘅嚇，以前空宮咧可以即係。借對公嚇，咁就算啦。但今天係絕對唔得嘅，因為今天有我經驗咧，空宮一定係等於吉凶過凶。點解啊？因為今天咧壞人咧會利用空宮咧去做惡事嘅。嗱，陣間咧我都會示範俾大家睇嘅。亦都最重要係啲乜嘢咧？就係我哋學命理啊，當然希望係可以趨吉避凶，改善命運啦。而咧最重要就係如果克服空宮咧，係我哋成功嘅關鍵啊。咁今日咧我就講紫微天上磁場啦。好啦，第二點啦，嗱，光明斗重視空宮啦。第二咧就係重視月級星嘅引動啦。嗱，點解咧會看月級星嘅引動咧？就看事情發展嘅故事性啦。嗱，點解咧？作為現代紫微斗數咧，原因就係今天嘅個人影響力，古今係好有分別噶啦。OK，即係話以前咧，你係個平民咧，可能你嘅影響力係有限嘅。但係今日咧，我哋普羅大眾咧，其實可以喺社交媒體或者借助一啲科技啊，其實影響力已經同以前係完全唔同噶啦。咁所以咧，我係非常重視咧月級星嘅引動力量，千祈唔可以輕視嘅。因為呢兩點，OK，呢兩點咧嘅分析咧，係在於我哋克服當下人事環境嘅挑戰。嗱，特別係潛在嘅損失或者傷害，係可能比我哋想象中影響更大嘅。好簡單而治，譬如今日破財同以前嘅破財已經係好唔同嚇，即係以前可能你身有幾多錢你個破財就係你冇咗幾多錢而今日咧可以咧令到你咧即係戶口啲錢突然間冇晒都可以嘅，咁所以真係啦一定咧現代紫微斗數咧一定有啲現代嘅元素咧係套入今天去用。嗱，我比喻啊，好似個圖畫國王的新衣啊，嗱，國王好明顯有地位啦，有財富啦，咁後邊咧一班左輔右弼去跟隨，但好明顯國王咧就唔夠智慧，咁即係吉嘅條件下咧埋下凶嘅條件，因為後邊一班左輔右弼咧一定咧係有一啲不利嘅動機嘅。當凶嘅條件咧就大禍臨頭，幸災難返啦，因為佢係國王嚟噶嘛。咁即係話當凶嘅條件出現咧，可以國破人亡噶喎。好啦，嗱，今日咧我係會講咧現代財星文昌文曲。咁即係話假設你個左輔右弼見昌曲，即係話佢係比你聰明好多嘅，更加咧係咧個危險性咧係提高咗嘅。咁所以啦，現代紫微斗數之光明斗重視呢兩點，凶吉凶過凶，因為嗰度咧係有個陷阱咧等住你跌落去嘅。
第二，越吸睛引動，即係話咧個人影響力已經今非昔比㗎啦。好啦，咁我介紹咧今天嘅活動內容啦。咁咧今日咧我預咗係1小時嘅。咁啊 A 啦就係光明豆點樣去睇財力發掘與提升。咁其實舊年咧我喺法鑄機構咧都講咗個財力發掘與提升嘅講座嘅。咁但係由於舊年咧我係即係啱啱喺澳洲翻嚟介紹啦，咁嗰個咧基本上係一個即係介紹，而今日咧我會咧去介紹一啲運用嘅技巧嘅。因為今年6個活動咧，其實除咗我介紹俾大家之外咧，其實我都好刻意地咧，希望咧命理界嘅同好咧可以留意到咧呢套現代命理嘅分析嘅。咁所以今日我帶出嘅技巧咧，其實係即係同大家無私嚟分享嘅。好啦，第二部分就磁場考驗啦，就係紫微天上磁場吉凶嘅重點啦。而第三就係人生吉凶本木樹嘅名人例示範。嗱，今日咧我會用3位名人例示範嘅。咁第一位啦就係股神巴菲特啦。嗱，佢喺今年全球嘅富比士富豪榜咧，全球係第9位嘅。第二位趙長鵬先生，咁今年喺富豪榜裏邊咧係第17位嘅。咁另一位咧就係已故嘅曹達華先生，香港著名嘅演員。嗱，佢可以喺一夜之間咧財富係盡失，而呢3位咧都係紫微天上磁場嘅。好啦，我相信咧華倫巴菲特咧都冇人唔識㗎啦。咁佢係美國嘅投資家啦、企業家啦、慈善家啦。嗱，以長期價值投資同埋簡樸生活咧係聞名嘅。好啦，另一位趙長鵬啦，我用少少時間介紹佢啦，因為如果你唔識比特幣咧，你可能真係唔知佢係邊個。但係如果你係知比特幣虛擬幣咧，佢就係一個神一般嘅人物啦。咁我簡單去介紹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聽完呢個活動嘅話咧，可以喺網上咧可以翻查佢嘅資料啊。嗱，佢係全球規模最大之一嘅加密貨幣交易平台幣安嘅始創人。嗱，佢喺2017年咧創立幣安，通過創新嘅產品同埋服務咧，去推動咗加密貨幣行業嘅普及，係加密貨幣領域嘅重要人物。嗱，喺2021年咧，佢身家一度突破900億美元，曾經咧係榮登華人嘅首富。嗱，喺2023年咧，美國嘅檢察官針對趙長鵬提起13項指控啦。嗱，包括洗錢啦、電信詐騙啦，以及違反美國制裁條例啊。嗱，最終咧，佢同美國政府達成認罪嘅協議，而幣安咧需要支付43億美元嘅罰款啦。嗱，喺2024年咧，佢因為洗錢嘅指控咧喺美國認罪，被判處咧4個月嘅監禁嘅。通常咧呢個刑罰咧係起碼3年以上嘅，但係咧佢就罰咗4個月啫。出獄後佢明確唔再回歸幣安管理，宣布咧將專注於教育嘅專案啦，為欠缺發達地區提供免費遊戲化嘅基礎教育同埋慈善嘅事業啊！喺2025年咧，獲美國總統特朗普赦免後，即係免咗佢個罪啊，受聘擔任多國如巴基斯坦啦、吉爾吉斯坦嘅首腦加密行業嘅顧問，協助設計國家嘅策略啊！好啦，第3位名人例咧就係香港著名演員曹達華，我哋稱華叔。如果你哋有睇粵語殘片咧，就冇人唔識佢啦。佢一生咧參演超過700多部嘅電影啊，活躍於1950年代至1960年代，有銀壇鐵漢之稱啊。如果你係後生嘅咧，你唔知邊個係曹達華咧，咁我形容俾你聽啦，即係等於好似以前嘅周潤發今天嘅梁朝偉劉德華，OK 即係話佢數一數二㗎啦，OK，甚至係當年咧 number 1添。1960年咧，佢曾經擁有過百萬嘅財產嘅，有半條街嘅物業，亦曾是有橋片場嘅老闆，佢更係香港首個咧擁有自動波汽車嘅人啦。
嗱，喺1964年咧，因一時好賭啊，係一晚喺澳門啦，一夜之間輸掉上億嘅身家。嗱，當現金物價嘅估計咧係相當於千億嘅市值啦，一晚將自己全部財產咧係輸掉嘅。OK 嚇，咁而家咧，我哋用呢3位名人嚟去示範今日嚇個內容啦。好，咁我哋開始啦喎。好啦。嗱，光明豆咧點樣睇嚇財力發掘與提升咧，就有3個條件嘅。咁第一就係建立我哋嘅實力，第二就係文昌文曲要正確發揮，第三咧能夠掌握趨吉避凶啦。嗱，頭先講過啦，光明豆有個看命運嘅程式嘅。咁喺第一個階段啦，就我哋建立實力啦。咁喺光明豆裏邊咧，有個3階潛能分析。咁今日咧我就唔多講啦。咁我亦都喺 YouTube 裏邊咧係有一啲3階潛能分析嘅片段。咁大家不妨咧去瀏覽嚇，或者咧就上我嘅堂去認知啦。好啦，磁場軌跡嘅考驗咧，就係教我哋點樣掌握趨吉避凶。今日咧，我會示範咧紫微天上磁場嘅。好啦，而現代財星文昌文曲嘅發揮咧，就喺第3個階段，就係人生藍圖吉凶本末樹嘅關係啦。嗱，咁呢條咧就係點樣去財力發掘與提升啦。好啦，咁我哋再講咯喎。嗱，當今嘅社會咧，與人際關係咧，實無法與古代情況咧相提並論啦。頭先我開始已經解釋咗㗎啦。而傳統命理嘅分析方法咧，不足以全面理解咧現今嘅情況㗎嚇，境況係坦白講真係不足嘅。OK 嚇。好啦，咁我不嬲咧都好喜歡咧用一啲程式啊嚇去表達一啲分析技巧嘅。咁啊財力發掘與提升咧都有個程式嘅。咁第一點啦就係、首先我哋理解我哋財帛宮添，我哋嘅理財態度嚇。繼而咧傳統大財星太陰星啦、武曲星同埋天府星嘅條件嗱，呢個咧都係平面嘅分析嚟嘅。咁大家如果有上次睇過我 Elon Musk 嗰條片咧，其實佢喺依個分析裏邊咧財帛宮有問題啦，太陰天府又有問題啦。咁其實咧好多問題咧都喺依個階段裏邊嘅。但係 Elon Musk 就係能夠做到化煞化忌為用而成就咧今天嘅首富。我相信咧未來咧應該無人能咧即係追到佢㗎啦。咁所以啦其實呢個第一個階段分析咧，其實只係知道我哋點樣去正確態度去面對我哋嘅財帛宮同埋3粒財星嘅條件啦。第二啦知道咗呢個平面分析之後咧，咁我哋要知乜嘢啊？咁梗係知道我哋個價值喺邊度啦。嗱，祿柱同化祿咧喺紫微斗數裏邊咧係代表財祿嘅。因此啦，14星潛能嘅發揮，建立堅固嘅實力，即係話你14星同祿存化祿嘅關係，就係你嘅財祿嘅泉源啦。繼而咧，要掌握乜嘢？現代財星文昌文曲嘅智慧啦，佢係同本末樹嘅關係。嗱，喺今天咧，生財要有智慧，守財都係一樣噶。咁呢個咧就係一條咧財力與發掘提升嘅程式啦。嗱，點解文昌文曲被為何作為現代財星咧？咁我簡單介紹啦。嗱，文昌文曲代表文章啦、學識啦、唱歌啦、音樂等嘅。嗱，古時讀書人咧做官係受俸祿，未必可以成大富大貴。而唱歌演戲都係社會低層人士只求溫飽嘅。但係今日啊，你寫書啦、唱歌啦、做戲啦、做 YouTuber 係可以大富大貴嘅。咁所以啦，文昌文曲發揮咧係可以稱為咧現代財星嘅。好啦，文昌文曲係現代財星有兩大主要理由。嗱，呢兩個理由係好重要㗎嚇，大家不妨聽下啦。第一，嗱，因為文昌文曲彼此間存在着互相影響嘅力量啊，因為我重視引動啊嘛。兼
且咧佢具備有化科光芒與化技挑戰嘅特質，即係話佢有力量㗎。因此啦，佢發揮嘅影響力係不容輕視㗎，即係話佢會有個光芒出現，有個挑戰俾你出現。嗱，兼且文昌文曲咧係桃花星，即係話你受唔受人歡迎啊？智慧星好明顯啦，昌曲當然啦係智慧嘅。由於昌曲會化科化技，亦都係表現星。咁即係話昌曲咧，其實呢對星咧有三個功效嘅，即係話你受唔受歡迎啦，你有冇智慧啦，你有冇表現能力啊？因此啦，能夠充分及理想發揮咧，命主嘅聰穎才智咧，將會廣受歡迎。嗱，名利咧係可以雙收嘅。嗱，光明斗咧係重視越級星引動嘅力量。嗱，我喺課程裏邊咧，我係用2個鐘頭去講解點樣係正確發揮文昌文曲嘅。咁你會好懷疑啊？喂，2個鐘頭點講啊？嗱，其實我好有系統去講嘅。因為頭先我講過啦，其實我係會講文昌文曲同本末樹嘅關係，即係話佢係你個假設係個種子啦，樹幹花果個條件係啲咩意思咧？種子伸展、樹幹伸展、花果伸展有唔同嘅意思嘅，甚至喺外緣係昌曲，亦都有對命主一啲特別嘅影響力。咁因此啦，其實喺講本末樹嘅時候咧，我係會好有系統地咧，會帶出文昌文曲同你嘅意念行為表現點樣可以去正確配合嘅。咁希望將來有機會咧，可以同大家去講解啊。好啦，咁我介紹咗嗰個財力發掘與提升嗰條程式啦，咁我哋擺喺最後咧去示範啦。咁我哋嚟第二部分 B 磁場嘅考驗，紫微天上磁場吉凶嘅重點，掌握磁場嘅趨吉避凶嘅支柱啊！嗱，好得意喎！紫微天上磁場咧係好多金融界舉足輕重嘅人物啊，好多嘅嚇。除咗今日考2位名人例啦，我哋嘅任志剛先生啦，即係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位總裁啦，波浪理論嘅作者啦，艾略特啦，甚至我手上咧都有幾位咧，做金融行業啊，甚至係金融界嘅 CEO 咧，都係紫微天上磁場。咁點解咁多金融界舉足輕重嘅人係紫微天上磁場咧？咁當然有原因啦。紫微天上係因，武曲天府係果，因為天上因，天府係果啊嘛。咁即係反映咧，皇帝同丞相咧係管理最強嘅雙財星嘅潛能啦。嗱，喺6大磁場之中咧，佢係最強管理嘅力量，去對最強財務嘅力量啊。咁即係話管大錢啊，錢係好重要啊。好啦，其次啦，紫微天上磁場咧係最強潛能嘅組合嚟㗎，係強人組合。原因紫微天上雙權力星同宮，武曲天府雙財星同宮，天機巨門雙智力星同宮，太陽太陰雙人物星同宮。雙星力量咧側重一面，更加反映出咧呢個陰陽際遇嘅條件啦。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將佢斬開一半嘅話咧，一邊咧啲星性好強，另一邊咧就係七殺啦，空宮啦，廉貞空宮破軍係陰陽味好重啊。好啦，咁我哋知道啦，嗱，金融咧就看股價嘅升跌啦，而紫微天上磁場係反映陰陽嘅際遇，咁亦都可以代表上升同下跌㗎。如此咧，命主嘅潛能發揮與磁場結構所反映嘅際遇係互相配合，咁定能咧係相得益彰啦。咁我解釋咗俾大家睇咯噃。好啦，咁我哋咧就大家都知道啦，光明斗重視空宮啊嘛，咁喺紫微天上磁場有2個空宮嘅，就係天機巨門同埋太陽太陰對空宮啦。我重視空宮原因咧，就係壞人會利用空宮咧去做惡事噶嘛。嗱，天機巨門咧其實係一個好聰明嘅組合嚟嘅，因為咧講得又做得啊嘛，加上咧呢個潛能嘅結構係強勢噶嘛。
咁即係話佢要做嗰件事咧，佢係做到嘅，一係強勢。嗱，聰明人咧係做壞事，利用空宮嘅特質去製造虛假不明嘅境況，設置陷阱空宮俾人哋咧去踩雷啊。OK 嚇。嗱，目的係為乜嘢啊？咁當然係為咗紫微天相、雙權力星、武曲天府、雙財星，即係話權力同埋利益，會做一啲損人利己嘅事情做會對咧人際咧造成咧係困難嘅。嗱，喺我手頭上例子咧，會有商業嘅罪犯啦、黑社會嘅人物啦，甚至我相信緬甸詐騙 K 區員嘅事件咧，都係呢個磁場嘅特質嘅反映嘅。好啦，嗱喺呢度咧，我帶出一個例子俾大家去感受下，OK 嚇。咁呢個咧一個商業嘅罪犯嚟嘅。嗱，我哋睇下天機巨門咧，係咪乾乾淨淨代表好聰明啊？即係表現出嚟係好聰明嘅喎。好啦。而咧太陽化祿太陰見天魁，話人物星見祿，仲要見貴人，好明顯啦，哇，好受人歡迎喎，係咪啊？嗱，單憑睇呢兩個宮位咧，命主表現得好出色嘅，會俾人感覺佢好 smart 啦，亦都俾個感覺咧佢係貴人嚟喎，對人際咧係大好處嘅喎，OK。好啦，嗱，但係事情唔好睇得咁簡單啦嚇，我哋咧係重視越級星引導，咁我哋睇下故事發展咯。即係你嘅人唔會一開始話俾你聽，我係你噶嘛，永遠都係對你好好啊，令你有信任啊，然後先會之後你噶嘛，OK？咁我哋睇下個伸展故事作事嘅手法啦。嗱，佢個伸展咧，由一個吉嘅貴人就變一個假嘅貴人，繼而咧不明小人持刀，再發展為一個錯誤原則見惡嘅小人啦。咁我哋睇下啦喎。嗱，我哋睇下呢個貴人嘅伸展嘅條件啦。好啦，第一步人際見貴人得祿，即係話佢會俾你嘅感覺，哇，好好喎，對人好好喎，識佢咧係個貴人嚟嘅喎。但係對宮咧，天月見陀羅，嗱，好明顯啦。貴人見陀羅咧，咁即係話呢個貴人係會帶俾你麻煩嘅。OK，咁有貴人係造假，或者我叫假貴人啦。嗱，何謂假貴人咧？我哋都會睇下伸展嘅嚇，即係你唔好諗住，哎呀，我天月見陀羅，我有假貴人，都會見到伸展條件。因為如果佢係真係貴人嘅話，一定係幫你噶嘛。但係如果假嘅貴人咧，佢一定伸展出問題嘅。好啦，再伸展咧就係陀羅伸展擎羊啦，右弼見空宮，咁呢個係串通小人嘅威脅啦。呢個係小人嚟啦。我話啦，空等於吉凶個空啊嘛，咁即係話咧，呢個小人咧係持一把刀嘅，唔緊要，再伸展睇下故事發生。哦，伸展咧就係天梁左輔見空劫，好明顯啦呢個左輔右弼嘅伸展咧係天梁見地空地劫，仲係財帛宮，係不義之財啊！嗱，好明顯咧，嗱，呢個命主咧係好識運用咧，去天機巨門對空宮、太陽太陰對空宮嘅力量咧，而進行一啲咧不法嘅行為啊，而最終命主咧係要入獄嘅。OK 嚇。咁我示範咗一個即係有問題嘅例子，所以空宮咧一定要特別注意啊！唔好諗住我個人表現得話好叻，我表現得好善思啊，咁你就信晒佢嘅，OK？好啦，咁我哋再講啦喎。天機巨門咧，呢個雙子力星對空宮咧，吉嘅條件係乜嘢咧？咁我哋一定要即係從空裏邊去睇吉啊嘛。嗱，吉係乜嘢咧？具備卓越嘅洞察力，能夠預見他人所未察覺之處啊！因為咁叻嘅智慧星對住空宮，即係話佢會睇到做到我哋睇唔到嘅嘢，做唔到嘅嘢。嗱，最關鍵係乜嘢咧？想到又做到嘅強勢能力嚇，因為巨門係思想，天機咧係計策，即係話佢諗到又做到嘅。嗱，例子啊，嗱，趙長鵬先生想到係乜嘢？佢能夠瞄準加密貨幣，而做到乜嘢啊？就係通過創新嘅產品同埋服務，推動咗加密貨幣嘅行業嘅普及啊！好明顯一個典型嘅成功例子啦。好啦，當然啦，聰明反被聰明誤，自以為是咧，而導致失策啦。咁等於曹達華先生啦，即係唔係個個好似頭先嗰個犯罪
個罪犯噶嘛，商業罪犯噶嘛，咁亦都好似曹達華先生咁啦，即係45歲一時好賭啊，好賭咪想錯咗咯，而喺澳門將全部身家輸掉，咪做錯咗咯。好啦，第二太陽太陰商人物星對空宮啦。當然啦，商人物星對空宮吉，梗係造福人際啦。空就係人際困難啦。嗱，今日兩個名人例咧，股神巴菲特咧承諾係捐出99%嘅財富出嚟嘅，而趙長鵬先生出獄後咧，都稱係專注喺慈善教育之上，所以佢哋都好清楚咧，係喺呢個磁場咧吉嘅條件咧，係要造福人際啊。咁我嚟一個簡單嘅總結咯。嗱，紫微天上磁場嘅命主咧係有強勢嘅潛能力量，如果能夠克服同埋挑戰空宮咧，成就咧可能可以咧係超然嘅。天機巨門要有智慧。而太陽太陰咧就要有慈悲啦。嗱，由於時間有限啦，咁我又講唔到點樣有智慧或者慈悲嘅條件，咁希望留待將來有機會咧喺磁場嘅課堂裏邊咧再詳細同大家詳細講解啦。咁但係每一位紫微天上磁場嘅命主都留意啦天機巨門咧，我哋係要修智慧嘅。修智慧之餘咧，我哋咧都要咧喺太陽太陰裏邊咧係造福人際好啦，嗱，成功名人例咧能夠做到化忌為用，化煞為用。嗱，意思係能夠將逆境轉化為有利嘅機會，並將挑戰咧化為咧成功嘅契機嘅。嗱，對佢哋嚟講咧，運勢起伏與流年嘅吉凶事件咧，皆係寶貴學習嘅經歷。嗱，甚至可能在克服挫折後咧，享受到更深刻嘅成就感啊！嗱，以今日咧兩位名人例啊，咁佢哋都係紫微天上磁場嚟嘅，好明顯咧，佢哋係有智慧，亦都咧喺個磁場裏邊咧，亦都發揮太陽太陰對空宮慈悲嘅條件啦。因為咧，佢哋兩個當下咧都係積極咧，作為一個慈善家嘅，咁亦都俾每一位紫微天上嘅磁場咧去一個參考啦。好啦，講完好講唔好啦。嗱，曹達華先生咧曾經享有令人羨慕嘅財富與地位，並具備卓越嘅工作才幹。嗱，若未能正面發揮文昌文曲嘅潛能，且無法克服磁場空宮所帶來嘅挑戰咧，兼冇正確發揮人生吉凶本木樹，人生嘅層次咧係顯著下滑嘅。嗱，坦白講，除咗即係曹達華先生咧喺我手頭上嘅命例咧，都有紫微天上磁場咧，人生咧下滑得係好明顯嘅咁留待將來即係大家係再去睇，即係上課堂上教大家啦。好啦，咁我哋開始一啲示範啦。今日咧，我嘅目的咧係希望教大家紫微天上磁場咧，天機巨門、太陽太陰嘅重要性啊！嗱，好似呢個名人例，即係要示範啦。天機巨門咧係見零星嘅，OK 嚇，而火星零星咧係引動六嘅，呢個引動六嘅，OK 嚇，火星零星引動六嘅。嗱，天機巨門見零星咧，呢個後面已經係討論力量嚟嘅。OK，而太陽太陰化祿見貴人咧，呢個係個貴人力量嚟嘅。好啦，咁我形容啦，才智討論交流，伸展貴人力量，人際可以得六。嗱，當然係好啦個條件。咁但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光明斗咧係重視越級星嘅引動。咁我哋看事情發展嘅故事性啦，因為火星零星呢個貴人都會引動噶嘛。天魁引動天月，咦又出現個假嘅貴人咯喎。而陀羅引動擎羊，一個不明嘅打擊。嗱，你留意一樣嘢啦，嗱，呢個引動性咧好特別嘅，因為咧天機巨門係對空宮，太陽太陰又對空宮，咁即係話呢個引動力咧係不停圍繞咧天機巨門、太陽太陰啊。OK，好啦，呢個係邊個嚟咧？就係股神巴菲特啦。
大家都知道咧，其實股神巴菲特係一個非常非常之成功嘅人嚟嘅。OK，嗱，成功嘅名人咧係能夠做到化忌為用，化煞為用。嗱，我今日教大家啦，我成日都講化忌為用，化煞為用，但大前提係啲乜嘢啊？你要發揮文昌文曲嘅智慧。如果你冇發揮文昌文曲嘅智慧咧，你可能唔知點樣去做嘅。OK。呢個好重要啦。好啦，咁我哋先睇股神巴菲特嘅文昌文曲啊。嗱，佢嘅文曲影響皇帝內閣，紫微天上有拔。而文昌咧就係將軍見左輔影響個軍隊嘅。咁好明顯啦，呢個咧就左輔右拔文昌文曲，話一個好犀利嘅昌曲嘅組合啊。嗱，華倫巴菲特認為佢自己最大嘅價值咧係來自於資本管理嘅能力。嗱，佢主要嘅責任咧係提供資本給經濟狀況良好嘅企業，並保留原有管理階層，繼續帶領咧公司嘅成長。好明顯，佢嘅昌曲咧，好明顯係咪成個管理階層喺度裏邊即係帶領啲人咧點樣去做好？嗱，最重要就係咧，佢嘅昌曲咧喺一個種子度。即係話佢個窗曲咧，係同一個本木樹咧係直接關係嘅。好啦，我哋擺翻落嚟呢度。咁我哋知道啦，好明顯啦，呢個組合啦，一個討論力量啦，明顯內閣見吉嘅。因為天機嘅吉凶咧係望紫微啊嘛。咁隻天機巨門咧引動見祿同埋內閣係吉啦，係一個引動性好明顯係一個吉嘅發揮啦。咁佢有文曲文昌嘅智慧啦，咁啊睇下點樣化忌為用，化煞為用啦。咁我睇埋個股市性咯。嗱，我哋咁樣理解啊。嗱，父母宮空宮見擎羊對宮咧就係天機巨門見零星。咁我形容咧就係命主面對父母宮要求時，展現了專業判斷與指示，一個人好專業噶嘛。呢個老細嚴謹嘅要求，呢個咧提出問題討論極具價值啦，因為同個內閣昌曲好聰明啊。嗱，同時喺兄弟互動之中咧，亦能堅定地移動推動事務，達成共識啦。因為個兄弟宮啦，兄弟宮咩啊？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噶嘛。咁堅持做好啦，而最後咧係人際得樂啦。咁好明顯，即係話老細有要求，兄弟咧就同佢即係點樣去協調，OK，然後咧巴菲特就俾意見，最終咧係達成咧共識人際得樂啦，呢個就係呢條線嚟啦。好啦，咁大家就留意咯喎，嗱，紫微斗數就咁樣分析啊，咁現實又係點樣咧？咁我哋套入去現實睇啦。嗱，兄弟宮坐空宮，兄弟宮伸展空宮，咁即係話呢個兄弟宮真係不平凡喎。本身空吉凶個凶啊嘛，再伸展空咪再凶啊嘛。咁如果話正面力量嘅話，咁巴菲特嘅好兄弟係邊個啊？咁樣嗱，如果你有留意巴菲特嘅新聞啦，或者你聽佢個訪問咧，大家都知道佢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兄弟。而呢個兄弟咧就正正咧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咧，天機巨門太陽太陰個正面力量係點樣啦？嗱，佢就係蒙格啦，OK 佢能夠克服挑戰空宮嘅力量啦，OK 咁我介紹俾大家咯。呢個咧就明顯啦，係蒙格啦。嗱，華倫巴菲特咧最著名嘅終身合作伙伴咧就係查理蒙格60年噶啦。嗱，佢哋兩個人咧共同打造了波克夏海瑟威嘅投資帝國啊！嗱，喺我教書裏邊我都成日講啦，如果天月見陀羅或者天月見地劫咧，特別咧佢同你個關係咧係非常非常堅持咧同你做好噶，係啦最好咧即係喺我教書嚟講咧，最好係一啲好直屬嘅親戚啦直屬嘅親戚啦，或者佢同你合作咧係好耐好耐，大家已經好堅持做好嘅呢個條件呢個要注意。咁明顯啦查理蒙策係得嘅即係識於微時，合作咗60幾年喎。嗱，巴菲特咧係擅長咧精算企業財務價值，好明顯啦，天機巨門啊嘛，跟住成個內閣嘅聰明才智都係巴菲特度噶嘛。而
而蒙格爾咧則以深厚跨領域嘅知識、心智模型及直言不諱嘅決策風格聞名嘅，即係同股神巴菲特咧係唔同嘅。OK，而咧巴菲特都多次公開表示啊，冇查理嘅靈感、智慧同埋參與咧，波克夏唔可能達到今天嘅地位嘅。嗱，靈感係啲乜嘢咧？通常靈感咧同天灰天月有關係。係啦，即係靈感咧係睇天灰天月嘅。智慧啦，當然就係天機巨門啦，係咪？而參與當然係太陽太陰啦，嚇人與人嘅關係啦。咁好明顯啦，即係喺股神巴菲特個命例裏邊咧，呢個兄弟宮嘅組合嚇，呢個天機巨門太陽太陰嘅組合係一個好典型成功嘅例子，亦都咧係即係好配合嚇現實嘅情況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參考啦。好啦，講完股神巴菲特就講趙長鵬咯喎。嗱，佢文昌文曲係智慧嚟嘅，文曲影響方向，因為七煞望紫微啊嘛，即係好有方向嘅。廉貞桃花星，文昌有桃花星，係影響觸覺啊，個觸覺感好強。好啦，加咗呢兩點，咁反映乜嘢咧？嗱，佢喺2013年咧就瞄準加密貨幣，嗱，當時2009年加密貨幣出現㗎。跟住2014年咧，去賣咗去上海嘅房地產，係全數 all in 入去比特幣嘅。咁可想而知佢睇得好重，OK？嗱，而今日啊，2024年出獄之後，佢明確話：誒，我唔再翻幣安啦，嚇，專注喺教育慈善事業啦。咁大家都知啦，其實比特幣咧，而家咧已經比舊年咧跌咗，已經係6成噶啦，嚇6成幾噶啦，OK 嚇。咁啊，所以啦嚇，所以佢就非常之醒目嘅。咁原因喺邊度啊？原因就係文昌文曲喺福德宮同命宮，即係話咧喺佢嘅本末樹係直接關係嘅。好啦，咁我哋睇下天機巨門咯喎。嗱，去天機化科巨門化忌嘅，即係好有力量嘅。好啦，天月咧引動天灰見天梁，咁好明顯咧伸展咧貴人力量嚟㗎。呢個貴人力量，而呢個貴人力量。OK，好啦，呢兩個貴人力量，嗱，天月引動天灰，跟住啦，火星引動鈴星，天馬引動祿存，好明顯啦嚇，引動咧呢個雙財星啊，雙財星見祿，即係話呢個伸展咧由呢個貴人力量伸展一個貴人力量而帶動咧，最後嚇雙財星見祿嘅。嗱，呢啲條件係乜嘢咧？呢啲條件有財力嘅靈感力量。一定係對財裏邊咧好有 sense 嘅，OK 嚇，咁啊，亦都係一個傳奇人物啊。好啦，嗱，睇咗天機巨門啦，咁我哋睇太陽太陰咯喎。嗱，趙長鵬嘅太陽太陰咧，明顯啦，太陰見祿，但係裏邊咧係有地劫同埋擎羊有煞星嘅。嗱，通常咁嘅條件下咧，我都會教學生咧，我哋會睇主動同被動啊嚇，即係話咧。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性就係見祿後咧就會有煞嘅事情發生，即係話見祿後擎羊地空就會發生啦。唔係，sorry，地劫，我又寫錯字，地劫。第二就係先發煞後見祿啦，即係話願意發煞先，然後再見祿啦嚇。咁我兩個情況都解釋啊。好，先解前者啦。嗱，我哋都知道啦，佢喺2023年咧就美國檢察官針對，因為佢係華人啊嘛，就控告佢嘅，控告佢即係洗黑錢詐騙咁樣咁啊最嬲尾認罪啦，弊安罰錢啦咁而佢後來亦都坐咗4個月監禁啊。咁好明顯咧，呢個係因為佢祿而後邊咧就係有煞出現啦。即係假設，如果佢唔係一個咁有錢嘅人，如果佢唔係一個幣安嘅始創人，OK 未必針對佢噶嘛。好明顯就係佢呢個祿出現咗之後咧，就發生呢個煞嘅條件啦。咁點解咧？因為呢個煞咧會引動咧係兩個宮位嘅，就係擎羊、陀羅、地劫、地空，即係話呢度咧因煞呢個祿就見煞啦。好明顯啦，天同化見陀羅咧，即係情緒壓力嘅困擾啊。而空宮見地空環境失察見黑夜啦。嗱，我形容咧
依個德祿咧係有兩個副產品咧係出現嘅，即係一個互動嘅出現嚟嘅。好啦，擺喺現實之中，我哋大家都知啦。嗱，因為佢被控係乜嘢咧？允許犯罪分子喺佢平台上使錢啊嘛。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比特幣就係好多即係黑錢咧，後邊咧係用比特幣嚟即係洗黑錢噶嘛。OK 嚇，咁所以作為一個平台，咁啊自然就會有嚇呢個條件發生啦。咁另一方面啦，其實加密貨幣咧其實好多風波嘅。嚇，我哋都知道啦嚇，即係早2年嘅香港 JPEX 加密貨幣交易風波啦嚇，甚至即係早年如果留意加密貨幣咧，都有個嚇平台係倒閉嘅 FTX 啊崩盤啊，係加密領域嘅震動啊。咁所以咧，你買加密貨幣咧，除非你即係睇得輕咯，OK 嚇，所以一個情緒壓力嘅條件嚟。嗱，我形容係乜嘢咧？我形容係追求利祿嘅過程中咧，會面臨人際情緒壓力啦，並喺環境見困難同挑戰啊，即係話佢得呢個祿咧，其實咧係有啲產品咧係伸展出嚟嘅。好啦，咁我哋都知道啦，成功名人係會做到化忌為用，化煞為用，但係前提要有文昌文曲的智慧啊嘛。嗱，照長鵬先生佢係有嘅。首先咧，佢有覺醒嘅條件，係啦，一個文昌福德宮，文曲喺命宮有貫徹嘅行為嚇，因為你覺醒都要貫徹啊嘛。好啦，咁我哋嚟第二個演繹咯喎，就係先化煞後化祿啦。嗱，佢好明確地出咗獄之後咧，話誒，我唔再翻去幣安啦，我專注咧我嘅即係慈善事業啊、教育事業啊咁樣。咁好明顯啦，佢將呢個祿咧就將佢變為一個正向條件啦。首先，擎羊地劫呢個係可以做好事嘅。天同化權陀羅喺交友宮，呢個係代表弱勢社群嘅。田宅宮空宮見地空，呢個可以係欠缺發達嘅地區嘅。嗱，我形容啦，因為呢個環境係艱難噶嘛，呢啲人係艱難噶嘛，呢啲唔可以改變噶嘛。咁趙長鵬先生去主動做啦，做啲乜嘢咧？喺艱難環境裏邊咧，擎羊陀羅係做好事，地空地劫係存好心。嗱，幫助弱勢社群並引導佢哋咧改善生活啦。咁好明顯咧，佢係做到咧將一啲煞咧變為一個正面嘅條件啦。好啦，咁啊到第三位名人例啦，就係曹達華先生啦。嗱，佢嘅文昌文曲咧係個外援嚟嘅。佢個文昌文曲係一個外援嚟嘅。咁你可以話誒，昌曲唔係吉星咩？咁點解我會話一個空嘅外援咧？因為空等於吉凶個空，加上文昌文曲會化科化忌噶嘛，咁其實就係一個空嘅外援。好啦，喺我嚟講咧，外緣係啲乜嘢咧？就係同本末樹嘅意念行為表現咧冇直接嘅關係嘅。咁即係話外緣咧，其實同本末樹咧一個間接嘅關係，反映事情嘅吉凶咧乃因緣和合而成立嘅，即係時間到就會到啦，或者係事情咧去激發呢件事。嗱，好明顯啦，文昌文曲發揮咧係有不明同失策嘅，因為見空宮啊嘛。好啦，父母宮對宮係疾厄宮，我哋借星過嚟，咁對宮就係太陽太陰化忌，咁好明顯啦，借個化忌星過嚟喎，咁即係人際關係上咧就不足智慧啦，咁我形容啦就係文昌文曲嘅愚笨啦。好啦，咁我哋又睇曹達華先生嘅天機巨門咯喎，嗱，佢天機咧係化祿嘅，祿星喺裏邊巨門，咁啊當然聰明啦。但係咧，佢太陰化忌太陽咧，其實佢係見零星嘅。嗱，零星火星引動啊，引動三粒財星同埋太陰化忌啊，好明顯啦。三財星力量見煞同化忌所以咧佢一錯咗咧就即係火燒連環船啊，三粒財星俾佢燒晒啊。咁我形容啦，火燒甲萬啦，火燒財路啦，同埋咧人際咧係吵鬧啦。咁咧為金錢炒樓，人際不和。咁我哋學斗數，咁啊當然希望將呢件事扭正去啦。咁點樣做咧？咁我哋睇睇咯。
好，嗱，太陽太陰係化忌噶嘛，火星零星引動噶嘛。嗱，火星零星咧係說好話，係啦，係講一啲鼓勵啦、激勵啦、關心嘅說話。嗱，喺我嚟講咧，一啲煞星見財星咧，一定係做財布施，甚至火星零星咧係聲音嚟噶嘛，係推廣輔助弱勢社群，可以提升咧命主嘅聲望嘅。不過注意啦，由於文昌文曲係個外緣啦，咁所以命主咧係需要配合一啲好嘅長輩啦、良師嘅教導啦，係從中學習咧識人上人嘅智慧啊！嗱，喺呢度咧，我要帶出咧人生吉凶本末數嘅理論俾大家去掌握點樣去改善我哋嘅命運啦。嗱，點解叫本末咧？原因係出自《禮記大學》，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瞻所先後，則近道矣。嗱，提醒咧我哋做事要分輕重緩急、先後順序。嗱，掌握事物嘅根本與枝節、起因與結果，呢個係我哋人生大道，係我哋咧改善咧命運嘅密碼嚟嘅。好啦，嗱，人生根本末說嘅理論咧，第一點，首先我哋正確發揮啦，同埋修正咧本末說嘅主體，即係話你嘅意念行為一定要修正。第二啦，以正知見咧去接受外緣嘅考驗啊。嗱，如果吉嘅外緣咧，努力做好第一點，嗱，吉嘅條件自然會提升。但係喺命主嚟講咧，嗱，呢個係空嘅外緣嚟噶嘛，咁即係空嘅外緣咧，你努力修正第一點咧，空嘅條件會減退嘅。嗱，喺命主為例啊，曹達華先生問例啊，如果佢能夠咧正確發揮同埋修正本末樹嘅主題咧，其實佢呢個空嘅外緣咧就變為一個吉嘅外緣嚟嘅。呢個咧就正正咧就係咧有長輩咧會帶俾佢啲真正嘅智慧啊。而最後啦，第三啦，喺人生舞台安穩啦。嗱，何謂舞台咧？就係冇越級升嘅宮位咧，稱為舞台。嗱，今日時間有限咧，咁我就唔會示範舞台噶啦。咁大家亦都係啦，非常之鼓勵一啲新嘅朋友啦，或者新嘅認識我嘅朋友咧，不妨喺我網站裏邊咧去 download 下呢一本書。嗱，呢本書咧，我係免費俾大家咧去睇嘅嚇，因為我希望咧呢個人生吉凶本末數嘅理論咧，能夠咧係普及下大眾咧係容易去認知嘅。咁你可以係下載啦，或者喺網上有個電子書版嘅。好啦，第三部分啦。嗱，頭先我講咗磁場吉凶啦，咁大家都相當感受到咧太陽太陰天機巨門嗰個重要性啦。咁我就開始示範咧人生吉凶本末數啦。嗱，每一個我而家嚟講咧，我應該相信咧99.9%噶啦。OK，每一個50歲以上嘅命主咧，本末數係可以反映人生吉凶藍圖係好明確。俗語話孔子曰50知天命，就係呢個原因啦。同時咧係能夠反映業力嘅條件，知悉人生挫敗嘅緣由啊。假設你人生早年已經有啲好大嘅挫敗，OK 嚇，啲發生好大嘅事情，嗱，本末數咧係明確咧係反映出嚟，因為佢反映咧你個吉凶個緣由喺邊度啊。因此啦，當你掌握本末數咧，就真正咧係改善命運嘅方法啦。好啦，咁我哋睇股神巴菲特喎，咁當時佢個本末數係靚啦，全部都係吉星嚟嘅。OK，好啦，總之好明顯軍隊嘅心念再伸展咧一個吉嘅內閣一個咧皇帝內閣團隊一個。繼而行為命宮廉貞天馬祿存一個敏銳嘅觸覺屬於綠馬交馳即係好有 sense 好有感覺嗱，佢個投資股票嘅眼光獨到尤其特嗱，佢信奉所謂價值投資法投資邊樣產業嘅股票咧，嗰個產業就會走紅噶啦，咁所以佢 sense 係非常之好嘅。好啦，花果表現咧貪婪人際嘅支持，但係花果好簡單喎。嗱，股神巴菲特出名係乜嘢啊？簡樸生活，佢生活係非常之簡單嘅唔會追求一啲即係奢侈嘅。OK，
種子係因樹幹過程，花果係結果，咁好明顯啦。呢幅圖畫咧就係股神巴菲特嘅人生吉凶藍圖啦。好啦，趙長鵬先生咯喎，嗱，佢個種子咧廉貞文昌，有觸覺感，命宮七殺見文曲嚇，醒目毅力去追求。嗱，花果好明顯啦，雙財星見祿嚇，亦都零星，呢個係財布施嘅表現啦。繼而天梁遇貴人係善嘅力量。而繼而咧，子女宮咧貴人咧係見雙智慧星化科化忌，好明顯咧係教育小孩啊，所以而家係個方向係好啱嘅，即係話誒，我唔再翻去即係管理幣安啦，OK 嚇，專注嚇教育專業同埋慈善事業啦，因為佢已經好有錢啦。佢有覺醒嘅條件、貫徹嘅行為同埋咧財布施嘅表現。嗱，種子係因樹幹係過程，花果係結果。而家好明顯咧嚇，因為佢都50歲噶啦，OK 啊，咁好明顯咧呢個人生吉凶本木樹咧係反映咗咧佢而家嗰個情況嘅條件嘅。好啦，咁我睇一下曹達華先生啦。嗱，佢個種子咧就唔靚嘅，廉貞陀羅見地空。嗱，因為廉貞係主愛啊嘛，你愛嗰樣嘢兩粒煞星，咁即係話啲嘢愛錯咗同埋咧廉貞見陀羅咧，呢個一個唔好嘅組合嚟嘅，即係有啲嘢咧係即係持久去錯同埋令到佢地空。咁佢係非常中意賭錢嘅。係啦，咁好明顯咧，呢個咧即係有啲心性嚟嘅，OK。好啦，呢個賭錢咧令到佢咧吸引啲假嘅貴人啦，因為地空地劫引動，呢個假嘅貴人咧係會影響佢個意念同行為嘅喎，影響到佢嘅喎。好啦，因為呢個受到迷惑啦，即中意賭錢啦，令到咧事業受到打擊啦。嗱，種子見煞有生展咧，喺本末樹嘅理論嚟講咧，呢啲係人生嘅遺憾嚟嘅。即係喺個腦袋裏邊咧，諗住係咯，呢個假貴人啊，自己爛賭啦，呢個假貴人又賴咗我去啦，又刺激我啦，跟住我一敗塗地啦，話往後事業受到打擊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啲遺憾事啊。咁當然同佢自己有關係啦，七殺見天魁，貴人見煞。嗱，通常好得意嘅，如果你個貴人星咧見七殺破軍咧，對於命主嚟講咧都唔中意嘅，縱使我個貴人咧都俾佢壓力嘅。OK，咁所以佢一定要睇清楚咧，即係乜嘢真係佢嘅貴人咯。咁明顯係有啲錯誤嘅行為啦。而發生咧，頭先所講啦火燒甲萬、火燒財路、人際吵鬧三大財星咧都有問題啦為金錢吵鬧，人際不和啦。嗱，種子係因，樹幹係過程，花果係個結果。好明顯，呢幅圖畫咧已經 exactly 反映佢喺46歲嗰陣時咧發生一夜豪賭，輸晒成副身家，係成個圖畫出晒嚟㗎。係啦，咁大家可想而知，人生吉凶本木樹嗰個反映吉凶藍圖咧係好清楚嘅。咁我希望大家知道人生吉凶本木樹假設咦見到有問題喎，點樣及早改善？咁當然我哋可以主動去改善啦，因為係改善命運嘅方法藍圖嚟㗎嘛。嗱，首先我教大家先，個花果度暫時放下先，因為殺嘅花果咧一定係從因過程去修正。嗱，縱使你個花果係好靚，但係你個種子同埋個樹幹唔穩定咧，個花果咧係唔穩定嘅。咁所以啦，種子同樹幹係好重要嘅。嗱，喺我嚟講咧，種子係我哋心念，樹幹係我哋行為。咁即係話我哋心念行為咧係個關鍵嚟嘅。喺命主嚟講啦，嗱，事業宮佢明顯有壓力嘅，因此啦，佢啲不良嗜好咧要自己知啦。可能我工作有壓力有啲嘢咧令到我咧即係有啲不良嘅嗜好，咁呢啲咧真係要改掉啦。繼而咧，地空地劫引動呢個貴人問題嚟噶嘛？嗱，通常咧天月見地劫咧，一定堅持做好嘅貴人啦。同埋貪狼咧，貪狼群體支持啊嘛。而貪狼見地劫咧，亦都可以代表一啲宗教嘅團體、宗教嘅力量啊，因為佢哋一定係即係堅持去做好噶嘛。咁所以呢個組合咧，最好係一啲堅持做好嘅貴人啦，同埋啲宗教團體。
好啦，最重要係啲乜嘢咧？就係命主啦，嚇命主自己咧要有貴人嘅力量，係啦。因為喺我嚟講咧，有時我教書都係啦，即係譬如假設，咦，我福德宮有殺星喎，咁有陣時咪自己克服自己心性咯，嚇自己去睇開啲咯，嚇，因為福德宮起碼你明白，哦，我有啲嘢我要睇開啲喎，放輕啲喎，OK。而命宮咧係正正你可以行為上去做嘅，等於命主咁命宮係天魁，咁去主動做貴人咯。主動去發揮貴人嘅力量咯。當佢主動做咗發揮貴人力嘅量嘅話，自然就會有所改變噶嘛。覺知問題嚇，主動咧去接近一啲善嘅力量啦。好啦，嗱，頭先咧我講咗點樣喺本木樹睇到我個吉凶圖畫。咁我今次講咧，我哋點樣可以主動性改善啊嘛？即係我睇到個圖畫，咦？咁我點可以主動性改善咧？嗱，今日咧我就係教大家啦。嗱，我哋咧係從咧呢條程式咧去教大家嚇點樣去主動去改善我哋嘅命運嚇，特別咧喺個財力裏邊咧點樣去提升。好啦，咁我哋大家嘗試想下咯喎。嗱，我哋第一會先睇咧財帛宮個態度啦，同埋三粒財星嘅條件。第二，我哋睇十四星同祿存化祿嘅關係；而第三咧，我哋睇現代財星文昌文曲嘅條件。特別啦，呢個係最重要嘅，係啦嚇，因為昌曲咧喺今日嘅社會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啦。好啦，咁我哋擺喺曹達華先生裏邊咯喎，即係話假設我知道頭先吉凶本沒樹咯喎，我知道佢要貴人嘅力量喎。咁除咗貴人力量之外，仲有冇其他可以幫到我啊？OK，咁我哋用依條 formula 幫佢啦。大家明唔明啊？嗱，從頭先我本末樹個理論，我知道嚇，誒個心性有問題喎，我知道喎，我知道我要發揮貴人嘅力量喎。可唔可以俾多啲資訊我點樣去改變呢？嗱，而家我就俾大家啦。咁啊喺呢條 formula 裏邊，我哋要掌握呢樣嘢啦。即係話我哋點樣可以主動咧去改善我哋命運啊？嚇，唔好個盤話咗係咁樣，我哋就係你好似等佢受啊，唔好啊，千祈唔好啊。好，咁我哋睇下曹達華先生咯喎。首先，財帛宮嚇貪狼天月見地空，嗱，通常貪狼喺財帛宮咧都有開心錢嘅，有人支持嘅，加上有貴人嚇，咁即係話咧好多貴人咧都願意咧喺個財帛裏邊咧係令到佢咧係好啊。好啦，咁地劫代表咩意思咧？地劫就係辭減啊，係啦嚇。咁喺我嚟講咧，第一啦，即係幫佢管理財嘅人咧，就係一啲堅持做好嘅貴人啦。同埋喺裏邊咧，點都係啦嚇，有啲布施嘅條件喺裏邊噶，即係話咧，咦喺個貴人裏邊咧做一啲好事。嗱，留意啦，因為咧地空地劫咧嘅正面係咩咧？係存好心。OK 嚇，咁即係話咧幫佢管理財嘅人，或者佢點樣去使錢咧，最好去幫人啊。OK，好啦，武曲天府遇火星嚇，呢啲係突發財布施，即係突發嘅火星突發嘅。而太陽太陰嚇，化忌見零星，人際有困難啦。咁即係話好多人啊，好辛苦，好辛苦，咦我我，咦我我。咁跟住咧，佢就要突發財布施。嗱，上天一定係俾機會嘅，唔會。其實我認同咧，冇上天一定俾機會我哋每一個人嘅。其實喺曹達華先生個年代咧，嚇1950至1960年代咧，都好多咧一啲天災人禍。OK 嚇，咁大家如果後生應該唔知㗎啦，即係細個我都聽過嘅，就係一個火災嘅慘劇，喺1953年咧石硤尾大火。OK 嚇，嗰時我都未出世。OK 嚇，咁佢咧聖誕夜咧發生個災難性嘅大火咧，係導致6萬人咧係頓失家園嘅，即係燒咗啲木屋區啊、啲唐樓啊咁樣。咁喺1962年啦，亦都係一個重大風災溫黛啊，OK 嚇，即係破壞力好強，一個超強嘅颱風正面襲港嘅。咁當時造成183人死亡、388人受傷，多處低窪嘅地區嚴重水浸同埋木屋區摧毀嘅。嗱，我相信因為當時佢已經係大明星嚟㗎啦，佢係50、60年代嘅大明星嚟。咁即係話喺呢啲情況下，佢能夠大力慷慨。
真係大力慷慨去捐身家又好，去賑災又好，我相信係可以避免到1964年咧嗰個即係一夜豪賭輸晒啲錢，因為佢成個氣質係會唔同咗嘅。OK，因為廉貞咧，如果大家知道啦，其實廉貞佢有兩粒煞星噶嘛。其實呢個如果係正面發揮咧，就係一啲深刻嘅傷感啊。咁當你見到一啲災民嘅條件，見到人啲凄慘嘅條件咧，其實嗰個係一個好深刻嘅慈悲心啊。係啦，咁我相信如果係能夠發揮呢個心念咧，其實就唔會發生一夜冇晒副身家嘅事情。好啦，除咗呢點之外，咦，我捐晒身家會唔會我揾唔翻啊？咪睇佢潛能咯。佢有弼祿存咧喺田宅宮，天機化祿巨門喺子女宮。嗱，子女宮對宮係田宅宮嘅，咁即係話咧，呢個咧祿存咧都係見天機化祿同巨門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學嘢好叻嘅，佢學嘢表現好叻嘅。OK，好啦，咁我問大家啦，大家都知道啦，天機嘅成績係望紫微啊嘛。咁我睇埋紫微啦。嗱，紫微咧係紫微化科咧係天相嘅。嗱，紫微天相咧係雙權力星，影響三方四正，影響好大。咁所以咧，佢個潛能係非常之靚嘅。所以當時嚟講咧，佢係個電影界係 number 1嘅。即係我以我認知咧，佢認第一應該唔係，佢認第二應該冇人認第一㗎啦。OK 嚇，咁我當然而知個紫微化科天相咧，即係一個即係個潛能咧係好強，同埋咧係皇帝嚟㗎嘛，OK，清帝嚟㗎嘛，OK 嚇，咁所以潛能完全冇問題啦，OK。好啦，個窗曲啦，嗱個窗曲咧好明顯啦，係一個外援嚟㗎嘛，咁即係話佢要配合一啲長輩良師教導，從中咧去吸取智慧咯。嗱，我嘅結語就係話，第一，佢理想潛能發揮冇問題嘅。第二，佢要正確財務態度，頭先講咗啦。第三，三大財星要化煞化忌為用，而第四最重要咧，智慧咧係來自外緣，忌咧自以為是啦。好啦，咁我哋擺落趙長鵬先生度咯喎。嗱，貪狼喺財帛宮，當然啦，一樣開心錢嘅。武曲天府零星祿存，嗱，雙財星見祿，咁當然好啦，即係話個夾萬長期有錢入㗎。咁因為見零星啊嘛，進財咧同時要花錢嘅，OK 嚇，咁個財布施嘅表現啦。好啦，太陰化祿太陽見擎羊地劫嚇，呢個人際得祿咧係見煞嘅。咁我哋知道啦嚇，而家咧佢就係幫一啲即係弱勢嘅地方咧去推廣一啲即係小孩嘅教育啊嘛。咁好明顯啊，去化煞人際係得祿啦。好啦，咁嘅潛能咧，嗱，佢潛能咧祿同埋祿存咧都係三大財星裏邊三大財星見祿嘅，咁所以啦，佢嘅潛能就係當然啦點樣去喺個財務上去管理錢啦。咁文昌文曲智慧當然冇問題啦，因為佢有觸覺啦，有聰明加毅力啦，最重要昌曲咧係喺佢個福德宮同埋命宮個昌曲係屬於佢嘅。咁好明顯啦，佢有潛力發揮要注意啦，即係話熱財布施啦，同埋咧喺人際裏邊咧都係要做好事同埋存好心，而佢本身咧係有智慧啦。好啦，第三位啦喎，股神巴菲特喎，嗱，股神巴菲特咧喺個本末數係全部吉星嚟嘅。OK，亦我喺我手頭上嘅名人例咧，佢係一個好正面嘅名人例嚟嘅。咁我睇下呢個分析，我哋睇到啲乜嘢咯喎？好，財帛宮紫微天相又拔見文曲，管理大錢嘅。太陽化祿太陰天魁火星財務咧有貴人嘅力量嘅。武曲化權天府化科，財務有權力有光芒，嗱，三粒財星有力㗎。OK，太陰見祿武曲天府化權化科，咁真係非常之犀利啦。好啦，太陽化祿人際得祿，廉貞天馬祿存敏銳觸覺，咁好明顯啦兩個祿咧都係一個一啲靚嘅條件啦。當然啦，佢個昌曲係 number 1啦，因為佢係皇帝同軍隊內閣嘅智囊團啊嘛。咁所以佢喺嚟講就係潛能發揮要注意化煞
本身佢有智慧啦。嗱，佢個發射條件好簡單，係咪見火星啊？即係成個呢個組合咧就係見火星。咁大家見唔見到火星隔離係啲乜嘢啊？係天灰啊，貴人啊。嗱，頭先我講過啦，股神巴菲特有個非常之好嘅好兄弟啊嘛。咁佢個天灰引動天月，引動佢個好兄弟咯。咁即係蒙格會同佢乜嘢啊？火星鈴星咯。咁咧絕對咧，即係喺呢條 formula 裏邊嚟講咧，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啊！好啦，而家講到尾聲咯喎，嗱，大家咧不妨咧就認低呢一版啦嚇，對照下自己個命盤嚇，去諗下你嘅財帛宮啦、三大財星啦嚇，再諗下你十四星潛能祿存化祿嘅關係啦，而最重要係乜嘢啊？你嘅文昌文曲同你本末樹嘅關係嚇，咁呢個就係你財力發掘與提升啦。嗱，以我為例啊，我文昌文曲喺我命宮生展，咁我一直都好明白咧，我係喺人際互動下，即係喺我貼身關係下咧，係啟發我嘅智慧，係啦，咁所以你哋嘅文昌文曲咧都要留意嚇喺邊度嚇點而啟發嚇你哋嘅寶藏啊！好啦，賣少少廣告啦。嗱，喺今年嘅9月咧，我會開人生吉凶本木樹嘅班嘅，因為而家咧係有一個磁場班開緊嘅，咁啊完咗之後咧就會開呢個人生吉凶本木樹噶啦。嗱，我歡迎所有對紫微斗數有認識嘅朋友參加㗎，係啦，喺我相信咧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內，即係10堂時間內咧，我會相信提升你哋嘅斗數分析層次，係一個增進咧命理技巧嘅絕佳機會啊！咁會喺9月開課嘅，咁星期幾咧？我暫時就未定嘅嚇，因為而家係星期三，不過咧就都會睇下再報名嘅同學去決定係禮拜幾嘅。咁依個課程咧係實體同 Zoom 咧係同步嘅，係啦。咁所以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聯絡我嚇，因為咧我係定咗同學個群組啦，然後大家再傾咧係禮拜幾晚開課嘅，係啦，OK 嚇。如果唔係咧就維持星期三啦，OK 嚇。咁睇，所以大家有興趣或者你身邊有紫微斗數嘅朋友，或者身邊有命理嘅朋友，真係把握呢個機會去短短時間嚇去提升你哋嘅紫微斗數，或者嚇俾個係啦。好啦，下次介紹啦。嗱，下次咧我係講紫微。七殺磁場，咦？咁我未寫個日子啊，呢度係啦，應該係8月頭㗎，8月頭。咁咧，我係講防騙啊，係啦，因為而家即係日日都聽到有俾人騙啦嚇，甚至聽到有個退休嘅高層又俾人騙咗幾百萬啦，OK。咁變咗我好想咧去講防騙嚇，點樣用光明斗去防騙，特別啦，因為紫微七殺磁場咧有4個空宮嘅。係啦，依個磁場咧係容易俾人呃，亦都咧係多騙子係依個磁場。咁我借依個下個活動咧去分享依個磁場啲騙子係點樣諗嘅咧？佢哋嘅手法係點嘅咧？喺斗數裏邊佢哋係啲咩伎倆咧？係等於今日我示範我一個商業罪犯去揭穿佢哋嗰個即係騙人嘅方法俾大家個參考。咁留意我個群組消息啦。咁最後多謝大家支持啦。咁下次再見啦，好冇？咁有意見嘅咁可以 WhatsApp 我話俾我聽，係啦。咁希望大家下次就見大家。嗯，好，唔該晒。